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頻道客家大學堂。今日來到馬灣喎，小輩就係馬灣嘅鄉事委員會。講到馬灣，就叫起我一段回憶咯。1971年，我第一擺踏足一隻都市，當然我辦嘅旅行目的地就係馬灣咯。當時交通落後，我哋去搭潛江坐船過來嘅。一上岸看到好多人種田，我同學超響佢哋問路，一隻阿叔用客家話答佢佢條，而家太識啦，我就挺身而出，用客家話讓一隻阿叔交通。當時我印象好深刻，知道有馬灣有客家人，我也一直想再來探下佢條，但係一晃就過去半個世紀咯。真有機會到馬灣嘅客家人再交流。我就這位馬灣鄉事委員會主席陳崇業先生。你喺馬灣大啊？係啊，我喺馬灣出世嘅。喺馬灣出世。係。讀小學讀喺馬灣讀。讀小學讀到6年級，都做啲斜灣讀大學。馬灣原名銅錢礁，位於太乙山到長義之間，北面遙望潛江。東面係長義島，西南面到太乙山隔開一條長有200米寬嘅急水門海峽，因為水流湍急，所以早年馬灣有個急水門。做乜計幫會俾馬灣嘅咧？用我講，假樣像條馬，也用我講，馬灣嘅名係來自島上嘅天后廟。相傳佢由海頭張寶仔在咸豐初年建立嘅，天后俾吳面按照馬祖，客家話也按個馬娘，兩隻馬係同音嘅，所以馬灣就係用地名咯。馬灣在發展之前係隻孤島，面積2.96平方公里，而家屬於前灣區。20世紀之前，曾有農民到吳面。根據鄉委會嘅記錄，相傳嘅客家人大概在18世紀中葉，在長義松梅村南里開墾，叫到建立嘅田寮村，到今仔都差唔多200年咯。佢哋在島上面靠耕種為生，但係耕田唔係好多，生活艱苦。19世紀開始，吳面在馬灣起好多棚屋來住，而且海邊有海魚。1868年，滿清政府在馬灣設立喺九龍間，向往來嘅香港商船招稅，馬灣開始有新嘅經濟發展，慢慢就建立喺馬灣大街。海灣咧，要那個馬灣村，大街村。大街村，喺個麥嘅啦，有條。幾家人咧，客家都喺處，嘅呢度元朗遷移過來。哦，即係馬田啊，喺度遷移過來。北京梅條園咧，所以幾多年咧，都元朗照過來。到1911年，馬灣嘅人口已經接近500人。馬灣最繁盛嘅時期係30世紀60、70年代，島上嘅居民呢，主要係耕田啊、偷魚啊、到西下郊為生嘅。但係因為交通不便，後生仔幫每咗轉去市區發展，人口也開始下跌。馬灣嘅時候咧，交通都好差呀。以前咧，出去讀書都係坐街渡啊，要摩打。再前啲咧都遊船啦。以阿爸等都耕田啊，客家佬都耕田啊，都坐啲木船咧遊過去點講啊？都打羅格啊，打一條到時買啊，都斜灣啊，元朗啊，溫仲要再來。有條以前4天咧。就似你一隻島地位，就自家耕自家食，自家耕自家食啊！米都自家種嘅，米鋪款啦，因為唔夠啦。
番薯啊，番薯一條會。睇條唔叫食咧，誒，唔叫食唔叫。逐啲唔嚟食。係啊，冇咯。包妹就去前晚打工嘅嘛。係，好多，後邊咧打工多。就好窮啦，以前打工而吃咗咧都唔做嗰事嘅。都可以叫人人胎，要數人喺城經上出名小叫土地，見佢田有新村樓唔面新村，我就按知原來一條農民樓唔面，來灣嘅條土地發展屬人留意。拍呢話咧，全部樓梯嚟，依喺樓梯起到嘅。本嚟種嚟啊！那邊種過嘅，那邊咧種天椒啊，番薯啊，你話？係啊，番薯嗰條嘅。包妹發展商也稀罕馬灣工人，羅亞芳照馬灣100、600一條景點，馬灣就變咗一隻出差期攞旅遊度假嘅導師哦。今日喺馬灣除咗一條海水養殖之外，都默默雞當時一條小工業或者農耕嘅咯，也環境好靚好現代化，公共交通也系統發達，連接到前灣、長義、尖沙咀有啲地方非常方便呢。本嚟有間祠堂嘅。嗱冇祠堂嘅。有啲冇祠堂。嗱祠堂咧就係咱本個分節，每個人咧，人做師長義啦拜祖先。相傳嘅種人見面車，你厝有冇過百年啊？有啊。你會見到交通方便嘛？係啊，交通方便。如果以前個而家地下就起好省啦，自家有屋嘛，擺咗人話出邊租地方咧要貴啊，要貴。你晚起又點落嚟啦？對面點落嚟啊？啲啊，真到啊！唔同先用機器嘅啫嘅，所以人哋要可以申請起點屋。係啊！我一拜在馬灣最大嘅感觸，就係藝聯叫潛在唔識多年前，留馬灣村民用客家話親切交談嘅感覺。可惜後生人知道，馬灣曾經係一隻客家人嘅基點，在大部分馬灣的世界受之中。客家人攞客家文化幾乎係唔純粹嘅，我覺得客家人完全變咗忽視咗咯。我希望大家知道，馬灣唔只有吳村，還有一隻我田寮村嘅客家村。好啦，我今日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各位。